俄战争害乌克兰有600多万人离开家乡，要到500万人有路无厝。因为这时间一个久，国际关心是愈来愈少。不过当地也是有台湾青年伫遐做人道救援。明仔暗时7点半，青春咱的梦要带大家来看战争，互咱台湾青年学到什么款的代志。战争爆发了后，在乌克兰境内，空袭警报随时拢有可能会弹起来。全国会当讲是无一个安全的所在。 真侪居民的家园受到攻击，可能会当走去境内其他相对较平静的所在，或者是离开国家变做是境外难民。为台湾来的王南英，原底是伫乌克兰读博士，开战了后伊并无离开，是留伫乌克兰投入难民救援的工作，去帮俄罗斯亚军轰占领的所在发物资。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，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基辅很远，然后离绝望很近。伫乌克兰南部的城市赫尔松。 这个前线庄仔头，因为捌去俄罗斯亚占领半年，四界拢有火烧的痕迹，有95%拢已经乌有去。虽然已经修复要1年，不过对这居民来讲，有关是一场噩梦。Ми вийшли з неї на підконтрольну Україні територію. Але дуже багато моїх знайомих, над якими знущалися, деяких катували, деякі взагалі не вижили. Були розстріляні або розірвані від снарядів, які прилітали точно в ціль, куди їх посилали.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2023年6月份的统计，乌克兰境内有路无厝的人超过500万人。为了安大这个无厝通住的人，在西部的 Lviv， 一个由欧洲各国出境会起造的社区，或者离开故乡避战火的人，会当有一个安大生活的所在。 Зараз живе 954 людини. В цілому воно може розміщуватись 1408 людей. Але якщо ви дозволите, я продовжу. Тобто тут є найбільш зараз представників, це є Запорізька область, Луганська область, Харківська, Херсонська. 从巴赫穆特撤离来的一个难民家庭，我之前问他们有什么梦想，那个难民家庭跟我说，他们的梦想就是明天不要再露宿街头，明天只要还有一口饭可以吃就好了。无平静的时代，看无未来的日子，乌克兰的百姓拄着啊，嘛敢若会当行一步算一步，先安踏家己的生活，豆豆整理破碎的家园，再过来想看卖，接落来要安怎行？记者吴定武、林建如，乌克兰采访报道。